大乡亲啊，今仔日是2024年的上尾一天，高雄梦时代跨年晚会邀请到的艺人，拢真大咖，拢是重量级的。有不少民众为着要抢到摇滚区的位，昨日就去大埔旁透明来号位，甚至是排班轮流顾离的现场，阁有人准备3大卡的纸箱啊，暗时啊就稳入去纸箱啊困。为着要来抢到舞台前的第一排，大家是步数真等。精彩跨年晚会要来啊！看到高雄梦时代现场舞台已经架设好啊，暗时要表演的艺人嘛已经陆续到现场排练啊。伫舞台前有一群人，早伫2、3工前就到位啊。工作人员伫搭舞台，伊是搭天道，为着要占位。我可能是为了想要看那种告五人，然后特别会过夜那一种来占位置。桃园来的，想看的偶像今年在高雄跨年，非常的开心。爬杆的位置，可是一早起床声音这样，在想晚上怎么尖叫。上面就是为台北来这位纸箱啊、铺地垫啊，上都有。晚上有点冷，现在有太阳啊，所以要把自己包起来。穿衫大卡纸箱啊，暗时会当困，这时天开会当住。大家为着抢这个位，真正是步数真等。另外，还有野餐珠啊、椅啊等等，会当摆、会当放的，拢放甲甜甜甜。面顶还有写号码甲名字，还有人写一个字条啊，搭伫舞台边，讲什么人会当到占位，就请伊啉饮料。高雄梦时代即摆跨年晚会，除了有本土的天团甲天后以外，还有请来南韩的传奇女团、2NE1的成员打热。这个民众为了要抢伫海边啊头一排，也就是摇滚区的位，伫遐走规暝，要迎接阴暗跨年上欢喜的时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